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黄国昌，明仔载要来举行在野领袖高峰会，主要是要来讨论司法正义甲美国的关系。黄国昌讲，这是在野党对台湾的担心。4月26日，敢会甲国民党就开刀咧？黄国昌也未表态。另外，早起的立法院司法委员会针对着强谍渗透，邀请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来做专题报道，但是呢，伊无出席，嘛无请假。黄国昌痛骂吴钊燮电官位，但半个人都没有来，拨个电话通知我们的国家安全会议。 官威很大。会议拄开始尔，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火气就真大。今日立法院司法委员会针对强谍渗透，邀请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进行报告，不过人毋无来，嘛无请假。若八立委做伙骂，若八毋若伫立法院内底合作正骂，立法院外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明仔载早起9点半，嘛将甲黄国昌合办在野领袖的峰会。在野党对于国家的忧心。 我跟朱立伦主席应该各自来表达我们的诉求。会谈的重点是美国的关税甲司法正义，同时拢会开直播。可能就两党的我们的主席啊，会讨论各项可能的议题。4月26日我们要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？司法不公啦，我们要捍卫柯文哲的清白。 在野阵营求同存异，不过敢会对拿赢？4月26日开刀，那民众党内要你评估，连拿赢内部嘛无共款的声音。前国民党立委陈学成就讲，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民间团体19日开刀找遮济人来，若是4月26上街路，国民党的气势无吹出来，那呢国民党将面临收起来危机。原来改变这款罢免的局势，在野阵营已经无退路啊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